谁先？女士优先。别，我是教员，我垫后吧。规则。完成起诉准备，时间最短获胜。行，就这么办。输赢怎么说？你是教员，你说。你赢了，我这儿破格录取你。连长那儿我去说。你输了，从此不摸车。行，李芒到，掐表当裁判。是。预备，开始。9分30秒。7分50秒。唐班长，哎，来吧，看看，哎。这宫保鸡丁、麻婆豆腐、回锅肉、火爆腰花，按照你的要求，全都是川菜。哎，这腰花特别新鲜，好使啊！我告诉你，不是按照我的要求啊。指导员不叫我来领这个菜，我给他拿菜，就我这暴脾气啊！行了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特意给你拿了瓶劲酒，特批的，行吧？拿着啊，拿着吃去啊。不好再来找我啊！好，谢谢啊，客气。媳妇儿，你开下门呗。你别不理我呀！行，那你睡吧，我走了啊。拜拜，晚安。
八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来，有气点啊！1、8、2、2、3、4，精神集中点，看什么呢？班长，哎，好呼吸。你可来了，你看。你可算来了，下午非拉着你跳，不乐意。你要关键是跳的还不咋地呀，腿都给掉断了。我从下午2点跳到现在，腰都酸死了。我这火药花，你先补。你有什么事儿？命啊！你想干啥？看什么？哎，你干嘛？我豁出去了，让你们看看什么是广场舞。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。生命虽短，爱你永远不离不弃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。春天又来到了，花开满山坡，种下希望就会收获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就像天边最美的还咋地？20多年了，第一次看你在我面前跳。易子梦，嫂子，请问家属楼往哪边走啊？哦，我带你去。那太好了。哎，嫂子请。哎。醒了。 6点。比闹钟还准。你怎么不在床上睡啊？你昨晚上给我一屁股顶下来的。
谁呀？你呀，你那大屁股那么我就咚一下就掉下来了。讨厌！逗你玩呢。我睡不了软床。那你干嘛买席梦思啊？你不是睡不了硬床吗？新购置的。行了，出操去了。顺便给我媳妇买点早点。哎，老公，别买了，我给你做。做啥呀？你最喜欢的。行，那我赶紧先出操去。新来装备这么好，是不是贼兴奋？哼，贼兴奋，部队越来越好了，可是对咱这些年轻的基层主官来说，要求越来越高。我是愁啊。我也愁。你也愁？你愁啥？你愁啥？人呗。报告连长，指导员，刚刚接到了旅宣传科来的电话，说利剑文艺惊奇队要来咱们连慰问演出，时间定在了1周之后。啊？慰问？这不年不节的，哪门的慰问呢？说是欢送老兵退伍。这扯淡！老兵退伍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呢，这时候为什么问呢？这是慰问的，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呀？这是基地统一安排的，也可能是欢送吧。啊，我懂了，就是慰问，顺带脚给那些退伍的老兵一些美好的回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是这意思。嗨，还是指导员水平高，你这说的太到位了。这个叫一语道破，一语中的。一声不知行吗？谁给你惯你臭毛病啊？当连长指导员面前这么拍马屁啊？那既然要欢送，好好欢送呗。就让咱们班每个班都出个节目呗。行，要热闹好好热闹，咱们连好久也没热闹了，是吧？行，这个团结紧张，严肃活泼，一个都不能少，就这么办。是。县里给义清小学设立了新校区，很远很远，最近就要迁走了，你还来吗？哎，梁老师，那个正好看见我通知你个事儿啊，部队刚才来了个电话，说是他们过几天呢要做一个什么文艺演出，就邀请咱们孩子一块儿过去热闹热闹，你说咱去不去？真的啊？啊，咱得去呀。咱这些日子净忙活着新校舍的事儿了，也没跟人家部队说上一声谢谢。这次咱就连谢也带告别，就一块儿都办了，你说行吗？行。那行了，就这个事儿，我正好告诉你一声啊。好了。说句话，没说清楚。指导员，就几天时间，是不是有点晚了？不够吗？够。夏主，你可是超级大脑。易子梦，文艺骨干。欧阳俊，人家展示过，歌剧小王子。联邦。哎，反正你们4个人啊，都是多才多艺，又是同学，又有才艺，默契度、才艺都够，出个节目没问题吧？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很好，我很期待。解散。哦，对了，易子梦，到。这事关全连的荣誉啊，你那些原创歌曲在选择的时候，挑一首稳妥点的，明白吗？是。我先声明一下，我不参加。报告，欧阳俊说他不排。不行啊，4个人的节目，
少一个都不行。行吧，那你们先排，给我留个位置。那，妈，啊，你那个曲库里不是好多原创歌曲什么的吗？小样拿着整好了，拿弄一下呗。哦，你是让我假弹假唱？假弹真唱，咱把这个气氛啊搞热烈一点，不就完了吗？是啊，你说，咱们又不会演小品，又不会说相声，啊？行，在我的原创曲目里找一首歌。行，咱们，不是说不理我吗？哎呀，那不是我风格，那你得问易子梦。问你，跟我没关系，我没说不理你啊，连邦说不理你。你说的。干啥呀？怼我干啥呀？动手是吧？没动手。哎，他推我，你推我干嘛？你推我干嘛呀？咋了？连邦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怼人呢？我怼你怎么了？你知道我兄弟谁吗？你兄弟谁呀？下属。我兄弟也下属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这儿呢。弄你！怎么回事？哎，哎呀，走。怎么样？不行，知道你这开玩笑啊，绝对不行！我们俩怎么能说相声呢？那联欢会是年轻人的事儿，我们这老家伙起起哄闹闹就得了，出节目可就算了。二位班长，这怎么就不行了？我记得二位班长前年不是演了一个反正话，效果多好啊！是，咱再整一个呗。这你还记得啊？那是赶鸭子上架。其实啊，我们俩就会那一段，还是为了应付旅里的群众文艺汇演。哎，您在场吧？啊，那从头到尾没一个人乐。对呀，挺好的相声，让我们俩给说成朗诵了。坏人。二位班长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实话实说了。这次这个利剑文艺轻击队来啊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，就是欢送老兵。咱就算是替老兵出个节目，甭管他们笑不笑，咱再整一个呗。这我们确实我知道才能出节目了，政委。郎永成是吧？哎，还有他媳妇儿啊！你别看郎永成平时不跳舞，那一跳起来老浪了。什么？这老浪？军民联欢嘛，是不是啊？家属也能参加，就这么定了。不是，我好。那个不行的话，我们俩去找老狼聊，让老狼出节目，替我们老兵来一个。不是，不是，来一个夫妻双双把家还。陈班长，再见，指导员。再见，指导员。辛苦了您啊！哎呀，这家伙，哎呦，哎呀，这家伙我告诉你们啊，这长嫂如母，不许瞎开玩笑啊！我们什么时候开玩笑了？行了，该干嘛干嘛。哎，说认真的啊，昨晚上怎么样啊？昨晚上怎么样啊？我听说你把全连的腰花都给吃了。
你们俩有话说有屁放啊！别再说这不正经、没正形了，你们。哎，说正经的啊，过几天那个利剑文艺轻骑队来演出，节目都报上去了吗？啊，报上去了。不是你俩说相声吗？我，还你破案了，活生生就把咱们俩给出卖了。你够狠的啊！你损不损呢？你能蹦能唱的，你把我们俩推上去干啥？就是，这你俩这天天一捧一逗的，多适合说相声啊！这不是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吗？哎呀，经过我们俩不懈的努力，终于把这机会又给你争取回来了。哎，你说，哎，你跟弟妹唱首歌，表演个节目什么的，多好啊！这也算军民联欢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很期待啊，期待。我这五音不全，肢体不协调，我表演什么节目？再加上现在眼神也不好。哎，你看，哎呦，你看这戏说来就来了，真像哎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老狼，你不是真的吧？怎么样啊？不行，咱就去医院啊。这，要不去医院吧？哎，没事，别吓我们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没事，真没事啊？啊？没事，真没事。就是有人脑仁疼一下，没事。有事儿说啊！好嘞，哎，你们准备相声去。山又没水，不知多后悔。一只乌鸦飞呀飞，飞到了东北。行啊，猫啊！没想到你还创作了这么多歌曲。哎呀，我就是利用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搞创作。我说两句啊，质量呢是差了点，但是呢也不是不能听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要想一战成名，还是有难度的。我就知道在你嘴里说不出来什么好话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听了半天，给点意见啊！什么意见啊？哪首歌好听啊？我个人比较喜欢老兵那首歌，有眼光。我觉得这个《流星》不错，啊，还有一个这个《焰火青春》这个歌名也不错的。但是我呢，更喜欢《轨迹》。轨迹，那不是一首情歌吗？轨道的轨，技术的技。你看你这些伴奏也都没有做完，咱们剩的时间也就2天了，总不能上台干唱吧？哎呀，不就是个文艺联欢会吗？啊，咱们也就是助助兴，随便整一个得了。哎，怎么能随便整呢？这次演出对我的意义很重的。那怎么办呢？你看，我们仨，除了你会弹吉他，我们俩什么乐器都不会。没事儿。哎呀，
实在不行人托人呗，啊，我想办法。也行。嫂子，您就放心吧，那个范主任可是我们全军的眼科专家，他说没事，那肯定就没事了。老班长住这儿，您就踏踏实实的啊。你说他是啥时候受的伤啊？我咋一点都不知道呢？是他这个做丈夫的不合格呢，还是我这个做媳妇儿的不合格？嫂子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是我们不合格，我们应该及时的把郎班长的情况跟您汇报。嫂子，您别太担心了。对了，那专家都说了，郎班长肯定能恢复的，也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。况且我们还指望着老郎再帮着带几波驾驶员呢。不行，我们家老郎今年必须得退伍。今年退伍啊？哎，嫂子，哎呀，可以啊，咱也算在军营走过的。对啊，哎呀，真牛！哎，可以，哎，这是个大活。哎，说是找谁来着？易子林。哦，对，易子林。哎呀，这大门真气派啊！就是啊。哎，你看来接咱们了，来接咱们，你看。哎，真好，快，好兄弟啊！站住！怎么回事？找谁？我们找易子林，几营几连几排的？哎，他没说吧？没说。哎，有说，叫什么？那是你想想，战刃。哦，对，战刃连。请你们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和上级汇报一下。不是，我们打电话他关机，你让我们进去找找呗。站住！军事重地，禁止入内。咱们就找个人，还挺凶啊！你帮我们联系一下，你让我们找找。站住！请你们赶紧离开，再往前走我就采取措施了。哎呦，哥，是咱们搞错了。搞什么错呀？我退后，退后！怎么办？不知道。哎呀，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去啊？那个班长，那个门口那3个人过来演出的，我们连已经把电话打到门岗了吧？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是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们3个是？我们找易子林。啊，易子梦。易子梦？哎，不对，老段给我发短信说找易子林啊。对，是。段博文，段老师啊，对，是，没错，我们都是西北那个摇滚联盟的嘛，搞错了，对呀，段老师说是有一个活让我们过来啊，找他一个好朋友叫易子林，我们就来了。是易子梦啊，不好意思，易子梦。怎么了？我跟老段说，就要1个人过来跟我配乐就行了，怎么来3个人啊？配乐1个哪够啊？得乐队。对，这俩都是乐队成员啊。我们乐队演出经验老丰富，大排档、烧烤摊、酒吧、夜店，那就录音棚。录音棚。我们录音棚的经验特别丰富。录音棚，我们前头说了，来1个人来3个人来。行，哎，你们3个啊，千万别动啊，在这站着啊。我马上回来。好。干啥的？什么玩意儿啊？啥人都往部队里进啊？你瞅那几个一个牛鬼蛇神似的。队长，这不是要出节目吗？他们3个是过来跟我一块儿配乐、排练节目的。你说我们那个夏卓、连元邦、欧阳俊。都不会，就我1个人会弹吉他，所以我就找了3个人。咱们呢，就是搞一个联欢会啊，不至于整得这么兴师动众的。咋的呀？是不是最近没让你们学习新装备，一个一个给你们闲的呀？这不是那个利剑文艺轻骑队要来吗？我这不想把节目搞好点，给咱们连里增光，是吧？咋的？你
你想着进演出队啊？连长，就把他们仨请来可难了。我是朋友托朋友再托朋友，然后朋友又托朋友再托朋友，托了好几波朋友才把他们请来的。行了啊，旅里面批准了，这3个人没有犯罪记录，也没有出境记录，旅里面同意让他们进部队了，但是只能进录音棚，出了录音棚，我把他送出去。手机呢？收上。保密教育呢？我来做。找辆车啊，让那3个人进车里面，直接拉到录音棚，别让他们在这儿部队逛呢啊！谢谢连长。哇塞！哎哥，你看那，那家伙，哇塞！原来部队这样啊！我都没见过，长见识了。哥们儿，哎，哥们儿，咱这有导弹吗？带我们去看看呗。哎，是啊。哎，我刚才保密教育怎么说的啊？都忘了吗？什么呀？我都记得呢。不该说的不问，不该问的不听，不该听的不看。行了啊，我重复一遍刚才我跟你们说的啊，不该听的不听，不该看的不看，不该问的不问。好，不看不看，我闭上眼睛。哎，你说我这不想听的，我耳朵也堵不上呀，兄弟。兄弟，你看我什么都能听见，你说的话。哎呀，哇，有意思啊！是啊，你看看这边多大，这么大呢！是啊，哦，嘿，你看啊，哎呦，哇，军人，你看到没啊？设备都在里面。哎，好，好的，进去看看。走啊，可以啊。怎么这么老啊？这就是我们的设备，里边还有很多。哦。哥们儿，这就是你们的工作台啊？不行啊，现在起码得 QC866起步。你再看这个，这是监听啊，这不是整个一个音响吗？扬声器，这怎么用啊？你看，这都老成什么样了？你看，哎，那可不是。对呀，在里面那麦，你录个新闻行，一录歌费劲。哎，哥们儿，要不这样，我认识一哥们儿那儿3.5万1天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对吧？哎呦，哎，咋样，里面？上世纪的产品，音全走了，音质全变了，动不了。啊，是这样，3.5万呢，我没有，就这设备。会用不会用吧？直接说。看不起咱们？哎，不是，嗨，不开个玩笑吗？哎，哥们儿，听听你们的 demo 呗。好。不是，哥们儿，就这么放。来，没事，继续。已是个深夜蓝的时候，我天兵进入了梦乡。做一个约定，一路去当兵。响当当的列队，狂想的兵，响当当的呱呱叫我心里美。哎，
得听完吧？怎么就听2句呢？不是，这根本就不用听，无病呻吟。太逗了，这个口号全是口号。我爱国，我爱家，我爱部队。太老了，这个就什么新鲜怎么做？对，我跟你说，这次咱们难了，就从头帮起了。生了，不用吧？也不用申。啊？你们出去。啊？我让你们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你冷静点，你出去，冷静，你也出去，你快点，出去，什么东西？出去，出去！我让你走，有多远走多远。脾气那么大呀？懂音乐吗？从现在开始，到晚饭之前，你们要把学习手册的第1章、第2章、第3章到最后1页，一字不落的都背下来，手拿下来。你们到了战场上，就没有这些时间去给你们学习，看什么看？好好学！我要的是理论，不仅是理论，而且是数据，精确的数据。到了战场上，环境要比这嘈杂得多。现在训练的是你们的抗干扰能力，培养的是你们的意志力。别捂耳朵，干嘛呢你？你说这个早教委员还真有2把刷子哈。抗干扰训练。可是夏卓啊，我现在啊太闲了，我这样下去不行啊。所以就跟我一起考学啊。你别闹了，我现在一闭上眼睛，就是我们大学的宿舍。我一做梦啊，梦到那胖师妹。你别闹，你没梦见梁璐啊？啊，哎，过2天见面的时候，你拥抱，你轻点啊，轻点，别太奔放了。我知道你盼这天都盼了很久了，对吧？哎，录完了。气完了。怎么就气完了呢？能不能不问了？还让我气一次？哎呀，让这3个人给我折腾死了。嫂子，再不这样，咱们吃完饭再聊呗。啊，对，嫂子，咱先吃饭吧，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聊。连长，哎，指导员，哎，没记错的话，你俩都是老朗带出来的兵，对吧？是。听老朗说，他要申请延长服役。老朗啊，他当兵早，年限高，想在部队多干2年，对部队有感情了，这些我都能理解。真的，我都能理解。我们这些做军嫂的，把自己男人交给国家，一交就是20多年，我就觉着，现在是不是该换一换了？自打嫁给他那天起，这是我第1次来部队。第1次来部队，我就是找各位领导来要人来了。是，他长得年轻，有时候我看他我都生气，长一张娃娃脸，你说说。干啥事儿呢？还有活力。给他派个活儿，他就一门心思往上冲。但是他身上啊，积累了几10年的职业病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。现在他眼睛又那样了，
我这个做媳妇儿的不合格。在部队大院看他那时候，我还跟他掰扯眼睛瞎不瞎的问题。我这个破嘴啊，我。嫂子跟你们说句实话啊，哎，嫂子我不怕他奉献。男人嘛，来部队来干啥来了？当兵就是来奉献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呢，作为军嫂，我感觉我很光荣，我认准他了。认准他那天起啊，我就对自己说，别给他添麻烦。一提到未来呀，我想过无数可能，会跨山也追风，冲撞一段段旅程。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，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。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，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墩。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，叹气息声是荣耀回归了星辰。